世界8大奇蹟就係複利式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阿基啦，咁我就係 BK Pastry 嘅創辦人啦。咁我嘅背景就有呢個10年嘅甜品經驗啦。咁好幾年就喺酒店嗰度做過，唔計打工嘅話，學師就大概2年左右。咁我除咗喺打工之前學師啦，咁我創業同埋打工嘅時期都有再去不斷進修自己。咁跟過一啲法國嘅頂級工匠，咁我哋就叫做 MOF， 咁係法國總統認可嘅廚師嚟嘅。點解會參與理財小組呢？就係我認為我自己當初嘅理財能力個認知係比較偏少，因為我成日都睇好多書，但係我冇實踐咁應用出嚟。咁我就嘗試喺坊間度參加過一啲課程，都覺得冇乜太大嘅幫助。咁今次我參加嘅時候，我有相關嘅東西會實踐應用翻啦，包括一啲MPF， 即係原本可能覺得係一啲好少唔需要處理嘅數目啊，或者擺咗喺度佢會有增長咁嘅嘢。原來導師就話俾我聽，即係你1年唔理，嗰1年唔理，或者嗰幾年唔理，咁其實原來嗰個利息滾存就已經爭好遠。即係參加呢次嘅理財小組嘅過程，俾我認為嘅嘢就係，即係再渺小嘅數字，你都要好好去管理佢。如果講到營運上嘅話咧，咁當然係金錢嘅管理啦，概念啦，即係嘅嗰個財務管理概念都有相輔相成。因為以前咧我就一味淨係開源，冇去節流。以前就真係冇好好去管理嗰個呢一啲錢，即係譬如好似月餅咁，我以前每一次過買好多吸塑啊包裝上嘅嘢，去諗住去平啲，但係點知一次過可能用咗成10萬蚊，但係原來一次過可能用咗幾年嘅，咁咪變咗擲咗啲錢喺度，擲咗好耐。咁咪發覺原來有好多包裝啊，或者好多食材就唔需要即係一次過買咁多，反而管理好公司嘅現金流，會令到公司嘅成長會更加快。我自己覺得一個幾好嘅概念就係，譬如如果你揾到一份收入之後，咁將一份收入拆成幾份，大概4份至5份左右，一份攞嚟投資，做長線投資，一份做短線投資，另一份就攞嚟做儲蓄。另一個就係再做呢個應急基金。投資喺我概念上，你需要認知到你投資落去嗰個產品係啲乜，咁你先知道，然後再分析嗰樣嘢點解佢會賺錢，點解佢會令你嗰嚿錢會有滾動嘅情況，再加有一個複利式嘅增長。因為世界8大奇蹟就係複利式。當你一嚿錢滾存得好好嘅時候，咁你即係譬如可能細個啦，就已經幾歲嘅時候就已經開始投資啦。咁去到40歲嘅時候，咁可能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好大嘅倍數增長嘅時候，就已經真係可以退休，或者唔可以叫退休，或者做自己想做嘅嘢。呢個係咪你40歲嘅目標啊？希望係啦。